講到這人工智慧晶片大廠飛彈呢，今仔日在台灣新總部議程地北樹科 T1078舉行員工大會。黃正勳就表示講呢，飛彈在台灣逐年的投資是美金1000億到1500億。台灣總部按算今年底動工，2030年正式啟用。黃正勳也發聲講，強調台灣需要更較濟這電含能源。也那經濟部長龔明鑫是回應講，政府攏有在推算到2034年未出現欠電的問題。起啊遐尼水，攏無人要來哦。飛彈員工大會日前在台灣新總部北樹科 T17、T18登場，做執行長黃正勳，甲大家介紹總部建築物的設計。若是無電梯，掛用大量的玻璃帷幕，甲打造做透明的建築。黃正勳講，總部會在今年底動土，按算2030年啟用。在台灣的投資金額嘛，對4、5當前的100億美金到150億美金，擴大到當年投資1500億美金。We're spending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黃正勳表示講，面對 AI 的高速發展，人類袂因為 AI 失去工課，但都會反倒講會疏忽會使用 AI 的人，因為安尼失去工課，鼓勵大家加用 AI。台頂的黃正勳嘛大學了台灣是 AI 革命的準用，是整片先進封裝的當陣，但是要發展 AI， 就需要更較濟電含能源。Taiwan is definitely growing, and one thing that I've said several times, and 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now, Mayor. We could use more energy in Taiwan. You want to grow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you need energy. Energy growth is fundamental to the GDP of Taiwan. 每一年都會滾動式的檢討，那現在檢討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會有電力不足的問題。經濟部長龔明鑫強調講，若飛達除了北樹科總部，未來還有其他重大投資，希望會當讓經濟部和台電知影，才會當讓政府提前做好供電。參加飛達員工大會的台北市長周萬安，為了歡迎飛達進駐台北市，強調台北都是飛達的家，擱送台北市的鎖匙做禮物。NVIDIA will help unlock the next era of AI innovation here in Taipei. Where is the door? 周萬安表示講，飛達員工大會是代表台北行向世界發展 AI 的起點。對飛達還未申請建造，周萬安是講，市府會和因各項行政協助，而且加速審議的流程，強調一切尊重飛達規劃的相關時程。記者綜合報道。